来要提醒咱的乡亲时代，心坎仔内白白杂杂，上好爱去看医生，真有可能是心梗塌的征兆。台中一个34岁王小姐，伊无高血压、高血糖、高血油，嘛无心血管的病症。3个月前，就感觉心坎仔安尼白白杂杂，伊想讲是胃咧疼，嘛无真甲注意，煞到对着翁婿出国去度蜜月，想袂到倒来台湾的第3天，竟然是休克。翁婿赶紧帮伊做心肺复活术，送病院来急救，加在有救回一条命。即摆确定伊就是心梗塌。救护车赶紧把王小姐送到病院，当时休克陷入昏迷。翁婿伫救护车到位之前，先为伊紧急 CPR。脸色不太对劲，然后也没有反应，所以我就赶快打119。通话的时候，他有教我们怎么做 CPR。医师诊断确诊是心梗塌，伫50分钟内进行心导管手术加低温治疗。王小姐手术了后，恢复状况真好。伊表示家己并无慢性病加心血管的病史，因为工作压力大，3个月前开始感觉胸坎仔闷闷，也以为是胃疼，想袂到等来台湾3天了后，突然间休克。自己以为是胃食道逆流，因为我蛮常加班的，然后加班完可能还要处理婚事。是他的工作是一个很压力大。第2点就是他最近有在筹备他的婚事，度蜜月的时候是去天气比较冷的北欧的地方，所以有可能温差大那就冷热的关系。医师强调，就算是少年人，嘛千万别去轻忽胸坎仔闷闷，有可能是心梗塌的征兆。消防署积极推动的生命支援，针对呼吸心跳停止患者的紧急处置5个流程，包括赶紧救助、CPR、电击、高级救护、甲护术后的照护。王小姐厝内人甲警察医护人员，每一个细节拢注意到，把伤害降到上低。